大家好，我是詹伯雄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会对我的爸妈去做生理。伫迄段时间吼，我看到阮爸妈因对待因的工课是我尔啊认真，找到啊，迄影响着我后来对待我家己表演的态度。每一届摕到一个新的角色，我拢会开足侪开来咧研究伊的世界。我会想要知影讲伊眼中是啥物款的风景，心内有啥物愿望。对我来讲，安尼我才有可能甲这个角色变做朋友。表演对我来讲吼，是一种拍败家己的过程，拍败心内自卑，拍败家己的软颈，有时嘛是爱拍败家己惯势、想试试迄种安全感，嘛爱甲拍败掉。对我来讲是一种袂输得到家己握手牌感觉。多谢。